咁咧，相信特首同埋我哋在座好多官員咧，嗰晚咧都睇到好夜，睇到天光，啊！咁但係咧喺世界盃期間咧，只係得一家電視台轉播嘅啫，呢間就有線一台轉播世界盃，其餘咧我哋香港有2個免費電視台咧，只能夠喺高清電視台咧先至可以轉播，而且咧我哋香港有好多人咧，都未必有高清嘅，咁即係睇唔到啦，亦都可能冇呢個有線電視，咁造成呢個冇安裝呢啲咁嘅電視嘅市民就睇唔到，剝削咗佢哋睇世界盃嘅權利，就連新聞轉播我哋都睇唔到嗰啲畫面，淨係睇啲動畫，咁呢啲咁嘅嚟講咧，即係唔知咩原因。香港而家咁嘅情況咧，係世界罕見嘅。4年一度嘅世界盃咧，早已成為全世界嘅盛事，球迷嘅關注度遠遠超越咗體育嘅範圍。今次大部分市民咧就冇辦法欣賞世界盃，政府咧係應該負上責任。其實好似世界盃同埋奧運呢啲咁嘅世界盛事咧，體育盛事，普羅大眾咧都希望免費去睇到，向所有電視台都轉播，或者同內地中央